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 Sam 啊。今日天氣真係唔錯，今日落去中山市區睇套中山嘅豪宅盤。咁呢個豪宅盤依家單價13,000、14,000就可以買噶啦，有精裝，有毛坯，而且全部都係現樓嚟嘅，任你揀。咁呢個小區係非常適合自己住噶，因為小區自帶一個4000平方米嘅升級會所嘅。咁會所所有嘢都有噶啦，健身房啦、泳池啦、18房啦，全部齊全噶啦。齋泳池已經有4個泳池噶啦，我身後呢個就係一個露天泳池嚟嘅。咁依家講緊嘅就係推出一個8800嘅一個活動，送全屋嘅家私家電，全部都係牌子嘢嚟㗎，一陣所見即所得嘅。咁我哋而家先睇下呢個會所 O 唔 OK 先，睇完會所我再上去實體樓睇下個實體樓嘅戶型得唔得？睇下呢個大單位，117平方3房2衛嘅設計。哇！入到嚟睇到呢個露台超級大啊，一線冇遮擋啊，幾舒服。呢個廚房都夠晒大啦，一定夠用噶啦，預留好一個超級大嘅雪櫃位俾你。OK， 我哋睇下個房。咁呢個戶型都係方方正正嘅喎，都係好實用嘅一個走廊式一個設計，動靜分離嚇，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夠晒大啦。最後一間係套間嚟嘅，主人套間。好啊，我哋睇下呢個110平方嘅3房2衛一個戶型啊。咁依家係所見即所得嘅，依家推出一個限時活動係8800就可以送全屋個家私家電啊！啊，你冇聽錯啊，全部送晒俾你，所見即所得，所有啲梳化啊、凳啊、台啊、電視機啊，全部都送晒俾你嘅，價值10萬蚊㗎！啊，喺呢度。OK， 歡迎大家實地考察，有興趣歡迎線上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